的年头，把所有一切都献上给你，能够看顾在这七十年当中的事工，能够看顾着未来往后的日子，我们将会依然要继续努力的学习，能够行出上帝所美好的事工跟旨意。在你面前，心上的圣洁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来到你面前，心上你圣洁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愿我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为你祷告，为了呼求，是你的悦纳我，身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旨意，完全你旨意。再和我唱一次，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来到你面前，欣赏你圣洁耶稣，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愿我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为你祷告，为了呼求，是你的悦纳我，身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旨意，完全你旨意，愿我这一生，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完全你旨意。请那个招待组给我们的科代表一本这个黄圣经。今天给你把读了，难。上帝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过75年的一个脚步，回望过去，我们满心感谢他的信实。今日同心聚集，愿再一次献上祭拜，愿一切颂赞都归于至高的主。那么把这个祷告中，是为大家的歌单，把你们一起默祷。
我打的装啊阿道，以后呢，你要多出啊什么来？阿巴伊打什么？这里打那单你妈的，阿什么那个多那皮诺单你妈的，到七个人多超达拉巴拉巴萨那单你妈的，什么有怎么了？巴萨多什么？哎呀多。Ina cubo, imado na markuran asungsengan. Wala na selemada dingau na karawan tay chua na pena karawa.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报他的名，将他所行传扬在万民中。听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以赛亚书12章4到5节。Kali jumlah tuan semua sedang tuan kita pulau Sinai， 我们一起站立赞美我们的上帝，好好声声第7首。70首，事情太想唱这个第100首了。来到喂。인도리아 교육과 복지 일본의 복지 Matumasing tisun ania malalay ania cemas setelah sun anata ania sampalabatan ania paalay su kilalengan katunangan
su Bapak Tulen ketunangan，感谢上主对我们北约教会75年的眷顾，感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部主赐下丰盛，感谢你的慈爱，在我们的软弱赐下刚强，感谢你的保护，享受你所赐予的平安。主，你用丰盛慈爱眷顾我们，你的儿女在你面前敬拜，并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们也要求你为我们造一颗纯洁的心，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又新又忠诚的灵，拯救我们的上主，你宽赦我们的死罪，我们高声颂扬你的公义。Papabalungi aman Tuan Namamwa, bawan ania baba, ulaman nakipalaing tanusun, nia cemas, ania kaki elingan, pasakatan ania pasalib, ania kaki elingan, pasakatan ania pasalib sifat cacai, baik yaman masilaban, temau cikal tuasu namuan. 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要称谢你。我们要赞美你，荣耀你的名。Ulah suruh kita leba, agama kau, ania sini patawang, ayam menaki au. Ania lihai agama si patagit, apa teemat suruh. Ulah itu atau pelabatan asu babak, anak kizang dan Muhammad. Ania iluli pinakatungadan, nuania malalaing, ati Yesus Kristus. Amin. Amen. 我们持续站立，我耶稣归真的稍微拿到新高的。Masyarakat hari, masyarakat luas mas ada kebesaran anak, anak ini baik Allah, baik sahabat, amin. Masyarakat luas baik Nabi Yesus Kristus, ada akan mas, menurut nama Syirah. 우리 박수님들 또 하이나 스마스 우리 성부터 있어 하이나 스마스 나만았다 치어로 이 원리 그때 저다 신소지 우리가 지금 뭐大家平安。我们请翻开我们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11章20节到21节，以及第13章1至2节。第11章20节，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
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有古卷作也向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第21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第13章1至2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以上这是上帝的话。大家平安。我祝你大家谢谢。那个伊说伊马路是Sabrus， 那个是古利尼新疆，那马路伊安提比，那这个人啊，说比利草，我讲。Doa, batara malalain ati Yesu, ana kalbagai, au ini doma jamalu, noa pisu, noa malalain, saka turu arabas namasalu ka kilai doa malalain, azwa tukai I ansiki, izwa za Suki, mapila ru papila suawaru na semas. Kata ijo ru turu ati palmapas. Azwa tinaga si usinga ati simiu di tukis是古利尼，di manai sema betul noa皇帝ati Hirus kati Saul manaka semua kupu-kupu toa tamala lain sa halabai ibu noa palawacan na bapa Iriu di Palestina, kaki Saulu, mantan jaga, pagi pasen-sengan, suatu dinner uri sengan, yang malu ayarin, asukai mas-mas. 우리 바꿔서 또 스나이 다시 가자. 우리 스나이 나만 기만 스나이 바다 시로 아기 기빙한. 그래서 스나이 바다 농사sun 농카노 니카소 레이. 스나이.
感谢长老，为圣歌75周年献上这样的一个诗歌。I saw that video, really tomorrow morning to attend Christmas. I saw Pinotemokonde so the Lord Christmas. 好，大家唱说一个那 Christmas。我们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主任牧师，非常的谢谢。
mereka sendiri pak, kamar cemas, kemudian lagi, dari大家平安。우리 과천엔진 또 비다 사시, 사다리 반에 또 어디 와서 사. 这个是尤其牧师退休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一系列的相片。这第一张应该是长执会，对不对？没有，长执会了。怎么样？你们忘记你们的年纪了？那个时候我是传道师，我刚来4年，就是长执会，我们很多前辈在这里，也有都已经离开我。这个呢，这个马年会。看我以前受理会有多多人，没有的吧？很多的，有啊，有很多走了。看到你的爸爸妈妈了吗？也有在这边。多年会，你们很年轻哦。有的人已经不认识自己了，我已经改组。那个时候还没有兄弟会，不好意思。马祖寿青年会，杨子平你在哪里？有哦，我以为你出生了吗？还是多小？陈浩应该在吧？有。那个时候你们20几岁，现在都30几岁了。你们可以告诉我说，为什么选这一组的照片？要跟那个我们那个比利亚跟这做事情，我看了大概100多张照片，我里面很多照片，从2028年、2028年到现在。有，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目的。为把春天对说马拉卡达马达那个马拉卡达路这个，那些古达马达对的。那个有的一面不是比给什么呢？一到了到深安，因为这多大有在的有请金牧师。我们的主题是什么？那么呢，你把单呢就知道75周年，布条上面有啊。昨天唱歌的时候背板也有啊。没有，你忘记了？放完了就忘记了。这一章讲的对，恩典接力。刘牧师辛苦在我们别人教会告了一段落，把棒子交给我。到现在已经16年、17年，我也准备在这一任结束又把棒子交给下一个。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的教会在上帝的祝福当中，不只是牧者一棒接一棒，各位坐在这边的，你们也接着你们父母亲的棒子，来敬拜上帝，来让上帝让你们成为上帝的器皿。还做啊，比到部落个独立嘛，参与那个真的。把春天的瓦鲁诺什么都我来了。Saya kita lah di Jepun Buksi, mata bola ke Batung dan Wakena di Sula, di Dusi.
努力去思考你话在多在球开嘛是，来把这里话当啊多，但不能讲多，我们讲多比多差别。来那给我那个咱们在修改，来做嘛做在做semata sabi di masabi di kita wala. Inamaya wala ro patawala kan dapat wala to awalo ki sekolah yang tatatiyo ka. Inamaya mo na wala na mila di baza makanya maacung-cung markai ceng-ceng tu so pojingkaya wala alay. Lalu junumon dia taina dia tama. Baik mau pun dapat tu ngoda. Kalau kisah sa sekolah na semaji wala to tatatiyo ka na semaji kasi. Sekali cuma kita perlu kata lima cari no ya, mak perlu wajar isnai no cuma, sarsila no cuma, bigaca no cuma, tak ini nama pola. Sana makai kini maza, kakak tay conda deh kaya marwa, kipanet. Kalau sarsila no pajikat no isnai no cuma tak ini nama pola. 因为有不断的恩典的累积，不断的赦免的增加。 在我们低谷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从低谷当中站起来的那种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在庆祝75周年的时候，满满的是恩典，满满的是纪念。那么这里定个调，那个做的身上个调，你的比如在就干嘛呢？1米多，kita的kilo了什么？你看到不能怎么的做？ 我们昨天也很辛苦，借着儿童的那个棒球，借着我们的音乐响宴，借我们的义卖，在表现出我们对上帝的回应，他所给我们的爱。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告诉大家说，庆典的东西。 所有的活动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现在，最重要的是现在，现在才是我们真正用我们的心献上我们自己的时候，才是真正用礼拜敬畏我们上帝的时候，来表达表现我们的谦卑，我们的不足。 对上帝的怜悯。Ada pasangan-pasangan lain contoh dia. Asal ada kini persensengan tarban. Dapat ada kumaku sepusamaan di panjang kini waktu semas diwasa itu tadi yang ada pasangan-pasangan. Nak masih orang sunnah manjila kecewa waktu semas ini. Nama siluan sunnah si pusamaan sunnah. Dalam waktu semas sebuah kata lawak. 这么那么大那么的话，你跟我们的嘛，我们不是只有感恩、只有纪念而已，我们更有展望跟意向。教会无论在过去当中有什么样的辉煌的历史，不是看得到一些灿烂的成就。 我们就忘了我们现在的责任。不好意思，我看不到字。最近眼睛模糊，直接拉这个电脑来看，还要戴眼镜。这是16、17年老了，60岁，不好意思啊，周年会我说老了对你们不。我才62岁而已。我们教会在这16、17年甚至20年之间，我们努力，我们确实也做了一些事情。我们不只是说去关心这些小型的教会，我们也做门徒训练、线上查经、圣经诗班建立布道。 关心中会，我们都在中会里面关心中会的所有的事工。无论是我们70周年的时候，我们率先奉献了70万给宣教大楼。在小型教会当中，我们从本阳，
我们到大美，我们到大邱，我们到新社，都看见我们的足迹，我们都尽心尽力的在成就上帝所喜悦的事情。Nakisama lain kena yang ada masih daripada citizen atau masawan dengan itu. Kita dah ciukai, ni kalau kita awak tidak senang nak penuh ulat. Nak kingking kita pulau dah salingan dah pusara dah cuaca, diminta dah sudah dah. Malena dah sigang aku ni dah survey, Aisyah. Agak kiri nak ciukai, macam itu dia macam apa sebab? 哦，主要这个因为这培养，因为这大美，啊，大美大邱，或者新社，我们那边都在给什么那叫做？那给什么那一对，那帮不拉地的，那帮不能真的做，比较不能够对嘛参与诺样，你干嘛那么做嘛省省啊？这是个啥？你们是干干嘛呀？ Ijonnya dia orang yang kita mulai, ijonnya ni kata ina cukup, dia orang yang kata cabai itu, ni kata ina malumat tu cina macam tu semas, serta pemacung tu dah sasaran tu so, tadi semua orang itu beri, ni kalau susu dah sikat malumat tu semua tu kita perlu beri macam. Jadi macam mana kita tu kai kasar tu sini masih siapa? Bila Islam kita dulu tu kita lain tu cuma tu pada asal tu yang lakukan macam mana? 75周年对一个教会来讲，不是一个终点，是一个中途站。所以这个在这个中途站当中去缅怀纪念过去上帝的恩典，累积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现在的生命当中活出上帝的见证，然后展望未来我们教会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经文当中一起来勉励，我们如何来跟随上帝扩展上帝在北业或者在这个部落当中，或甚至在他的宣教的国度当中的活。安提阿教会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我们称为我们学习的榜样的教会。 可是安提阿教会它的信徒会增加，不是没有理由的。首先，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的是，他们教会会兴旺福音。第一个原因是，他们有一群非常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的信徒。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展望76年到80年，无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无论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如果没有一群愿意 参与在当中，努力让上帝使用的基督徒或者信徒的话，没有办法成就。他不只是愿意参与在上帝的事工当中，他们愿意用他们的口到处去传扬上帝的福音。有时候我们会很不好意思谈到耶稣，即使我们自己生命上面有见证，我们也不好意思见证。 可是这些人不是，这些人是碰到他的朋友，碰到他的家人，碰到他所碰到的人，就会谈起耶稣怎么样拯救他，翻转他的生命。安提阿教会不是保罗，也不是巴拿巴设立的，是这一群愿意宣扬上帝福音的基督徒设立。啊，这叫么的信仰是吧？ 你讲我们那个是信仰，那就安丢。yang maju adalah limited akiukan. Pagkawan ito, ba't yung mga dinto, ba't yung mga tumuro, ba't yung mga pasamara kung namatay mo, kiniwa ko na sumasa, manawata na sinyaman. Niga 真正的义务，这么几个，我把顺了是告诉你们，只有用口传是不能感动的。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没有跟着你所传的福音，看到你的改变，看到你的见证，没有人会相信上帝的话是可以改变的。这些人就做到他所传的，就行在他的行为当中，所以他们所说出去的话，他们去传福音是有能力的、力量的。
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常常就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以为用文宣，我们以为用一些传福音的技术或事工，就不会让人相信耶稣。错。如果我们这个别长老教会弟兄姐妹们，在别人的眼中，你们只不过是基督徒的时候，而不是有生命的基督徒的时候，一样没有办法传福音。而我写语我今天那个新家什么地方是哩？你外面拿，你不出来了哩，啊嘛个他妈的弄新家弄呀，一看嘛个真的领导，你看那种马沙路，哎，这台湾的人都，上一年领导，把所有的那么开那个，awan to nasi no sosok ya desa. Ini kan na kituro kitsual sa mga kasinjay antiyo. Akisama na kadindo, kisama na pasun to akasi pasun to nasi niya madona wanawan. Ikaw rin makayatin na. Kailangan mo ito sensengan ng Diyos ka Diyos. 就当我们要面对75年76年开始，乃至于到80年。如果我们做基督徒的北耶长老教会的信徒，没有办法像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一样，那即使我们提出很多的计划，提出很多的想法，提出很多的事工，也没有办法抢救人类。这是第一个，我要邀请我们所有的现在北耶长老教会的信徒，没有你们，我们就做不了事情。没有你们，我们就没有办法见证基督。所以邀请你们在未来的一方面一起来做。第二个部分，安提阿教会它是一个有很多同心的同工一起愿意服侍的教会，他们充满了信仰，充满了生命，充满了活力。如果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这些安提阿教会的这些领导者，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他们有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生活经验，他们都有共同的意向，就是要为上帝来服侍，要传扬上帝的福音。所以，事实上，教会如果要进步、成长、兴旺，这些领导者、这些同工们，他们愿意成为信仰上的榜样，愿意同心合意，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你按照教会，啊，是干嘛看到我们那这个教会，啊，说前面手到教会，我们那个来应你们的教会，那么一大点嘛，妈妈啥了？Nabi Samula, Napakula. Masih teman-teman di mana dia biarkan mana itu betul kita bersama itu ceng-cengan mudingan itu Mariana cacawan. Mariana sing-sengan, Mariana sikinum teman, Mariana kinam tuana. Dapat mama lah barang dia mentua ulukis kau tu semas. Sekarang makai dia maita. Saya kaki bukan rumah kaya saya ayau, rumah kaya tu rumah kaya ni razak. Mabaca na biwada ito, namatay no kina tutulan no, marenga wala kiuka. Pausuan ni wala kiuka. Ipitali din masini. Turu amar kata karenga ni kiuka. Masiwa ta chiuru. Mata bro ka tumnalo ta sichuji. Jamar kata kaisiwa ta kuchusinsi iwada ito ata ka kudanki. Kita kita teman, aisyah jemaat tu ada peniri ni macam Nuni kamu mau baru, nuni kan itu ada kita teman tu selain pasal sekolah macam sama satu ni macam macam. Nu kan nama tadi ada picture macam kiukai, nama yang mau tak mau ada picture. Jika教会的同工在我们别的长老教会的话，我们有9个长老，我们有18个执事，甚至我每一个团契有会长跟主学的校长。这一群核心的同工，如果没有办法同心合意，
我们不客气的讲，我们今年真的没有同心合意。你会觉得牧师越来越凶，因为牧师要离开的。我们每次祷告会早上祷告有几个人？礼拜天没有一半有同心合意吗？我们每个人都有事都有忙啊。我们每次开长执会的时候有到齐过吗？刘秘长老，我们的书记到齐率多少？70%。有同心合意吗？你有认为上帝的事情很重要吗？你有认为上帝拣选你成为这个教会的干部，成为教会的执事长老，不重要吗？我当然知道我们家里有事情，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有一些负担，但是很多事情是可以安排的。安提阿教会这些同工们，他们愿意献上所有的，甚至在不同的意见当中，他们愿意彼此的接纳对方的想法，然后找出一个可以让容神一人的方法来服侍上帝。这是上帝呼召我们很重要的事情。nama ita baru no ya cuma tu tena marga sa sekolah na cuma da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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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 kan nama ita tu baru jadi wada kita cuma nada asyik wajah itu ada长智慧ini kan teman-teman nama cuma macam dia nama tak perlu dimapi tu aja selama tadi kan kadang-kadang tu tak Indonesia ya长智tak kau ikan pasal di mana teman kampung, pasal itu tahu-tahu, pasal itu lebih ni kalau cuma di rumah sekolah ni mana, mudah tentu itu ada satu rumah itu ada si siapa itu ada apa makanya ada ampai itu ada jika, kita ada baru kita semua pasal itu pilihan itu semua terusuk, tidak ada isu mereka sun nak tahu ke semua sini. Nuna mata so itin, iwan na masiri. Ikaw nung makaya. Matsu nga parang matsu siya dito kanyang tuwa. Ano na maita asa susuan ni wade kiu kay manano makaya kamando ko sinja to na maita mo dato makaya. Matsu nga parang matsu mas. Jauh-jauh dapat kita sinja patut turun. Pada seseorang yang seperti nama saya, Maya kenal, kali kan masuk. Doa kayu dia nam, boleh tu dapat buka doa kayu dia nam. Orang mimpi suram nama pola. 所以我们要面对未来，这个5年，我们即将进入80年，别忘记。我们80年很快就到了，你不记得70年刚刚过吗？我们就75年，这5年我们要庸庸碌碌吗？这5年我们要这样子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去了吗？然后又等那一天80周年的时候再办一个非常大的活动就过了吗？这些同工们他们在思考的不是办什么大的活动，而是怎么样去把福音传出去，让更多人得到拯救。这些责任放在我们所有的同工身上。如果我们愿意同心合意，看见上帝的意象，愿意一起为上帝服侍，我们的教会就会成长，我们教会就会进步，我们教会就兴旺。我们讲对了，第3个。Ikan maling, ay Antioch ito, pagsulong niya mo doon ka dito. Apa sasasaw? Ikan namin na isang malay kiyo kay, mereka pasasawa sa pasasayang tangadan sa mga. Siya sa masantiro ito isang mulay ni Wajay Masirit,
pasulungi tata baru kata si mereka dari sana mereka pusara mereka dindu mereka pasal da namuan macam macam picu macam macam。所以我们别的教会要维持那个，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能力，上帝的恩赐，上帝的力量，尽可能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无论是中会，无论是小型教会的需要。安提阿教会就是这种教会，它是往外去宣教的教会，使他的教会有活力，希望上帝的福音。那么在这安提阿教会。Isang mo na naman yung kaysa, isang mo na naman may kadindo pa sa sasa. Sa ulat na namaya, nasipulan doa, warung no tsumas, pasling to na siya na sausaw, ata kidiwa, ata mapunan, pasling to ang mga. Diyo kiwa dada nabe, musu, bidama da tisa paisi, ka, 没有。每一年我们剩多少？我们500-600万的经费剩下多少？了不起40万，了不起，有时候可能还蛮大手。可是每一年，上帝的恩典够用，我们仍然可以去帮助很多的教会。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能力。 可以继续的投入在宣教事工当中。有人会问说：“牧师，我们现在很辛苦，因为我们要建牧旅馆，我们有贷款呢，我们要还贷款呢，我们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我再问你们。我们不要帮助别人了，我们不要奉献了，我们要不要去关心小型教会了？我们顾我们自己就好，我们帮忙就好。刚才那个诗歌班唱的是什么？大声一点。没有难成的事。那个刚才的下，木鱼老师念一下。那个。 姐姐，然后呢？女家是那什么社会？哦，有什么事来的呢？kasih mana? Ni kami kata walai nu jual cuma saya itu sedang. Kini belum kata. Ayah kata bicu, ni kamu tak tinggi, kamu tak paisu kata makena. Bijaya ada saluan, jadi usus saluan. 如果他真的是呢，烦恼咋的，我都不理。Ông ikat na mga gudega di masabi, ang mga kasi batabang na sumasunong hachijin. Yung matalo ang arapulo at sabi na taluan. Ka, yami na sa buhay pa ng matakaroon. 如果以我的意见，如果是因为新建一个沐浴馆，然后我们停止5年，所有的宣教士都不要沐浴馆，我宁愿在外面住。可是我是为了后面的牧师怎么办？我是一个人哦，未来的牧师可能是一个家庭哦。所以我在想说，上帝啊，求你感动我们。 让我们继续上帝在我们教会当中的特殊的感动，就是愿意付出，愿意去帮助，愿意去宣扬上帝的福音，继续下去，成为我们在未来努力的事工当中非常重要的事。Sabi kenapa betul-betul tadi itu mayang mata belum nanda. Kasaro to semua suruh semandaran, kasaro to semua itu kistain itu bagaimana lama kayak sudah masuk sini coba mana umat Asa sekolah yang terpilih, kata itu tak senang nak mereka dindu.
没有嘛什么，虽然没有啥，我那个过着生生的什么，不离的，这是我们教会的缺乏。从我来到现在，来就我提问了，我的牧师，你好像是最后一代嘛？你跟明光是同届吗？对嘛哦，你跟我也是同届嘛，我们一起去考虑审嘛，结果我逃兵嘛。Ada beri-beri tak kisah mulai. Kalau tak kisah mulai tak masuk cung tak baik kan sumbu tak singkat kue. Baik, 另外一个问题，洪金华牧师、陈明光牧师，几年了？几年前你们去考，那个时候我们家25岁、26岁，几年前你算一下，你啊32年。哎，32年啊嘛你看我的东西我在等你嘛是的，你看我kita ni tay，我的牧师tay教牧师。Asa sekolah itu cuma cuma dia tu tak yang tu lah. Ayo kita Antioquia. Tumulong o picture pa mereka salah mereka sejak baik dindu. Namanya itu macam masih. Napa itu nama tu itu anda kata terbaru apa picture tu mereka kata dia. Kalau orang tua batung tu semua mereka dindu, anak mereka tua tak biasa jika punya pasukan mereka tak sama-sama mereka tak buksi masing-masing. 安提阿教会上会培养人成为上帝的仆人，来去宣扬上帝的福音，这是我们教会32年来的缺乏，但也有我的责任。所以最近我的青年会很讨厌看到我，陈慧宇，在哪里？哎，然后晚上都会做梦，会梦到，都会吓醒，都会跟他讲，不要去得神学院哦。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培养上帝的仆人，优秀的人才，成为上帝的福音，来成就上帝的传福音、扩展他的上帝国度的非常重要的力量。教会是我们。有人一直以为教会是牧师的错，我常常说我们是流水的官，你们才是可以打的羊。你要跟他说，因为那牧师那边的叫什么，mental survive。如果题目你们在可以做难，mereka coba cuci mereka sinja，你们来做教会。Di ba sabay tanong na ay so kiyukay to lumatay ng tebili. Arun tay ayaw, urun na likod, urun munazig, urun mauli. Itanong mo. Amin nung tumon, idong to sa kiyukay. Amin nung ayaw mo, itayaw sa kiyukay. Kung tayo ito mo tatsumas, hinatid na kiyukay at sumas, kiyukay at sumas. 教会是你们的，所以要进步、要退步、要兴旺、要衰微，都在你们身上。如果你们是成长的，教会就成长；如果你们是进步的，教会就进步；如果你们是兴旺的，教会就兴旺。但反之，如果我们不愿意进步，教会就会退步。 如果我们拒绝成长，教会就会落后。如果我们不在我们生命当中兴旺起来，教会就会逐渐灭亡。所以，当我们在看未来的，今天我们在欢欢喜喜的在
在讲这75周年，其实我心情是很沉重的。沉重的意思是，我未来要怎么办？上帝的教会往哪里走？虽然上帝说有我在，你们没有难成的事。问题是，上帝有在吗？彼得会说：“我们的常在我心啊。”彼得会啊，总统说常在我心哦，什么常在我心？啊，民之所欲常在心里。请问大家，上帝所欲的、想要的，有在你心里吗？如果上帝想要的不在我们的心里，不在这个比耶长老教会的心里，那么上帝有在我们这边吗？然而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什么事都做不了，什么事情都是难成的事。76年到80年，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比现在更进步、更成长，我们必须像刚才我所说的，要有你们一起来热心的传福音，要有一群愿意彼此接纳、彼此同心合意的上帝的仆人，还有我们继续愿意承接上帝给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宣教的使命，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培养人成为上帝的仆人。这样的教会，在经过76年到80年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教会的进步，看到教会的成长跟教会的希望。你说你那程度，能完成掉，我能做的就可。makaya da iso, ada diskaul da semas. Yung makaya da minang ada sarwan. Atau kaya ka sauna da si da maltutur. Nung nagkaumon, amal ka sinjia na masigaro masiluban na yataw na kipusun sengana. Mga sikil to kay masemas, kataw na na. Nyuga semua ada mereka selusuan nama kena maita baru mata pada orang. Aptalan muda semacam macam muda baru semacam ikatan benar. Nung gumulai itu dah sensengan macam sampai kapas layang tua, pukui macam ikatan benar. Ino kaya tinawag tayo ikap bicara. Temuru office dah ada kemasan sekolah macam. Numata zua, mana zua tak sifat dulu. Padahal nang tak ada pula sabi dan tak lebat tak pusamaran. Tuan semua tak kisah ni malu tak salah ni malu. Hari kita mulai. Kena tahu pisau hari kaya nuri. Mani sungai yang kamu semas. Aku masih malu nak going macam masih. So tiada dia akan mereka susah sekaulan. Aman tu za bunsam tu sukai. Pabigasan tu akiukai. Gemder tu kena tulan iki auto musul. Sana makaya anak semulu asarwan. Sana makaya nama sentusu iwala imasile nama tu lamen apito apuru ka tu hima sabi. Balagamen pandam itu sekiliban. Lagu magagalaman ng otak. Pero tayo jika unya talaman o nagsamulay. Kemenangan itu hanya parutan. Kemenangan itu hanya sekedian. Iso lumisa kemudahan. Tuhan yang ini danan aseng-sengan. Ilang zaman itu hanya picungnya cawan. Dapat kamat semas. Ay, susah Allah. Tuhan peringat-ingatkan dan mampu dah. Nuri kami na mga mamaunya baru nga kami ito abok siya pati na sinjia. Ang selain nga susikaw na namasan susibitay. Nuri ka na makita baru nga marga su pinili Chiro at suli marga kay chiwa kuchu sinsi. Amana mo naridiliti ito at yakiw kay inamayawata mabusimsi apiso. Sa kamatsungan po sa kagyaman.
Mulai kami na patusun na palikod sa kisunod-sunod ko na kisamunan. Dan macam mana patusun na pasakyaw sa niya paanay marikod. Talamu ipalain ng usun. Manaluma kaya pazuru masuk kiliba kasuk Israel na may ato sa kiniakan ko sa kiyo kay masjid apa detuso apito puro ka lima sabi na namaya una minung nga saruan una pipiso la dindo imakai akasi itu saruan itu amarga caw-caw nga ay kinakiyaw ng usun. Kuinuri ukiyaw ipangalan ng Yesus Kristo. Amen. Amen. 今天强烈的感受到牧师爱的力道哦。我听到这个牧师在，是不是越到婚礼的时候，这个力道越出来？那把那把都刚刚这个，就大家都这个定睛在牧师的这个分享，很慢的，就一头拉多啊，开那个什么，是那一帮在说开的，差里出来。 我们交给刘部长老。
那个青年会那个桌子是哪进来？那么当然跟着手里多是叫你牧师。65周年你跟完路带出来，你把是叫你牧师，你们记得吗？但是少了第4个，就是要培养上帝的仆人。今天牧师终于讲了，感谢主，谢谢牧师。所以我都有记录在抓西丢拿讲牧师，我都知道什么时候有讲过这个道。大家也看到牧师又再一次给我们提醒，完嘛就是这样，你们的马西里有改，好，今天嘛的马西里有改对。还有你去大家感动大家在你下65周年哦。别业教会是一个愿意分享主恩的教会，是在成长火热的幸福枝子中前进。这个是我的诉求。叫我你看大家爱去嘛是，三年都一两个多嘛那妈妈罗起码说几买嘛。稍加希望了noi masih tidak main kacau, ayat tujuan turun sa sinja, nama sulwa sarwan, jemur turun kacau kacau kaya saya, 终于10年到了，10年到了。saya itu ni pagau kawan itu mana, ina kali mana nak cari, 从71年到75年，ada kini khusus sekarang, anak bilang ni macam kau kaya tuan mama lalu dikasih pagau kau, tu soal. 1多5差异呢，跟那里米兰呢讲流感。香港在这边代表在这边了。我们教会比较喜欢45周年、55周年、65周年、75周年哦。我们就大型的是70年才做一次大的，我们几乎都是75，都是用5在做我们教会的这个还传的。主日纪念还要，是吧？Saya cuma mana, boleh usi pas mana tak pasuna. Saya cuma ada kiokai. Na ini tentu kajonangan. Ijo ay cuma kajonangan na malawali ka rindalan ko at amuy kwa. Sa kakalaw lang ito ko ang siklo matsuwong na patagi na tipusan-singan. Na mumalit na lumindil tayo cuma ta sikata ili masirin. 对说在西加在嘛的马西里，那么屋里不要完全就没有了。除了那个4重唱之后，再也没有我们的4班。好，我们感谢我们这个陈明辉长老，给你提供他的智慧，成立了在说在西加在，在以后嘛呢，benar lah, dari itu pada kiokai, abai kaki khususnya, temani aja tua pinaluakan wajma. Jika masang terus, 也不是，no 星期4晚上的8点会直播的嘛的，在全马的多茶经的嘛的多洗秀，saat ada dulu kacun, dulu mana ini kalau di pasar sawah maka在新加maka wali，你们牧师讲的很好呢，我们都有听啊，马家的、三河的都有讲，梁山的也跟我讲，很多人。 在看牧师的查经，可是我们别教会谁在看？举手。3个、4个、5个。别的教会都在看呢。我们就5个教会，加油哈！这个在布林阿里奥这里的开罗什么布罗开罗，还说爸爸们也是有成立那个查经班，是每个月1次嘛你们妇女会。 还抓兄弟会，拿来刚才不是在说外产施工来跟5饼2鱼的外产施工，来个巴里马苏布萨拉来说nama semakin sima maka kalter.而且我们国家今年不是sekarang在说把人找回来，把cuma wajah cowok来那kita nama mapulah cari. Dapat apa pas malam itu malah kini pun sekarang. Ajua na kisindri, ijua manalo. Ajua na kisan 进去。
nakisa murung-murung ijwa mapito. Ajwa kakriala nakisiri mantapulu. Ajwa kumapsi pasasasa wa kusiki noa kiokai na tuma ijwa malima. Ijwa na sasa wa machidi. Aichu maleka kini kusisikana kuitoa sao-sao. Aichu ita kini kusanto achia kilipai. Nama telu aichu majai tai Ijinhuan. Nama telu tai Hangimme. Aichu akal ijwa akia rampa bi akal. Ijwa chola tarudiwa kama ka keki majai akal. Saya aichu akal no katihai kuruma kemadu. Ijwa na tuma bahwa nama kata Sinja. Igiawa dan dilapan. Igilawa kami tak igilawa itu nasi mama kau kere. Igilawa doa ada nama. Igilawa doa masker. Tunggu ni cakap igilawa. Oh berobot. Berobot tunggu hayo Chen Yian 姐妹。itu amal lima nanti macam Chen Yian ada di sampai Joro. Anak kini maju, bubu ni maju, bubu. Itu amal lima, nakisan anak kan atau asma sila itu ada kena terkodak, udah nakisan mulai itu ada sensingan. Adu masanitan, na lebih jadi tentua ada fungsi, fungsi musi dan monik fungsi, sanggacu, hacigacu, na mumalit na pacurung. Remindel tua tabukshi ati sola kasini bukshi atau ata cewi musi ati muni atau mana uri pasuru masuk yang itu tesuat kasihkan di mana masiri atau na ibu ati sola bukshi itu utu itu cuam pas curi kakak na baik kena pas curi会5年了我一定要做80周年的这个社教马上那外该怎么样我说ada orang lawan orang semasa因为我们是无任期，母女是样无任期啊。你看到bintang tu maka tidak saling tema di masa. Aisyah mana tak kini khusus sekarang ni macam kiokai atas sini binawan atas sini pegawai tu atas semas di mana tu api tu 10 atau 5 sawi. Pinaka 5 nak sawi dah itu. Saya cuy jual na inamnan turi pegawai. Tapi suamana luar nak kusangaran, itu anak 团契，itu anak 个人。3路1万2是吧？团契，基本上团契全部要站起来哈，因为是一起要献礼的。awal suamana dah sensingan, awal itu ada sini cik awal itu bang. Kini waktu nuat semas sudah tasih pada tahun lalu.恩典接流。还说ini waktu nuat semas sudah namanya tua sekaya sanwa. Itata waru, itata uruk, itata carina dalam hemat. Saat第一个献礼的是不离还去，请不离还去。我也不缺别的，那个就是小猪啊。好，不离问题站起来，不到你这个站有人他们非常的辛劳，又要照顾小孩子，又要照顾家庭，还要照顾老公。可是他们的用心，我们看到了他们有养猪有养猪
该那个该秋，大家3万块两班的，他们的目标是3万块，但是没有杀，我们不知道是不是3万块，希望是超过3万块。好，感谢我们妇女会。第二个，我们青年会，青年会谢礼。因为什么都没有，就这么一张，然后就请青年会的说明，我到底说不说错啊？然后在我们那边总是青年会的创意真的很不一样哈。我们今天我们会长怎么说啊？团契会长怎么说？我们一起看上面的字，这是我们要现场的奉献。那所以我们每个月我们社青都会有1000块的奉献，然后我们的学青就是每个月是600，然后当我们的那个沐浴馆建好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奉献，然后献给教会，所以我们目前就以这么大包的红包作为我们现场代表这样子，红包多大，我们的奉献就有多多。背面是祷告的手，我们用爱心献上，我们用那个祷告来作为支持这件事情，对，好。好，抓开来就打开手，还抓红包过啦，把就点嘛就多少，那嘛手啊就叫该，比较你是轻轻点嘛就大给那那嘛手啊就点么一关，我哋轻轻点嘛就。哦，欢迎大家来我的第3个栏哦，马上做，青年会加油，以示接力哦。哦，很快就做完喽，很快就做完喽，宝宝明年就做完喽，你就5000块，要多一个你以上了啊，好，太有压力了。好，我们孙宁会也是不如人后啊，我们是你们的典范。所以我们孙宁会呢，我们今年的奉献非常旺盛啊，万圣那没人来说要听听嘛，也到孙宁会，我们有做一模，有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钱。好，请我们的副会长，孙宁会请起立啊。好，我们孙宁会的副会长来把我们的献礼1万块拿到这边。放下哦，感受了吗，林正？会长，副会长，你在那边我容纳把小心啊，打送你会啊，有叫吗，林正？会，好，那个摄影师从前面照，这送你会啊，会，来，不错，送你会要特别，因为我们半夜要交给你们了，我们要熄火了，没有，我们要继续烧，继续燃烧。好，感谢我们孙宁会里面照相太久了一点啊。好，再来我们家庭礼拜有2个单位呢，有2个家庭礼拜有这样的感动。我们第1组的家庭礼拜，请问第1组家庭礼拜的会友请站起来。我们有许春妹长老来奉献1万块。因为我们第4组从来不会迁徙，我们也不愿意输，所以我们第4组只有我们的副组长洪明
我感受，我第四组的站起来。我们怎么可以输嘛？对不对？1万，2万。好，请坐。好，坐一坐。好，今天开始，上面那个大哥上面，那个孙女会领放到那个大哥领导了，那个孙女会领导到那个太夸张。还有一个单位就是我们的灵修祷告组，他们有手抄经文啊，用罗马字的，有兄弟会，有妇女会，有兄弟团契、青年会共同完成的使徒行传吗？好，领导一报告。来，说明期间来洗秀。有你们的努力，我们的手抄圣经已经在这里哈。Ilakukannya tama kata sendiri dengan kanan. Disusul tanaman itu setelah disambung atau capai akhirnya solusinya. Salah satu dari itu pakai mas ayamnya susu. Maka mana itu disyo祷告组，大概最末的大提琴，因为的罗马书，还有使徒行传。还有就是哥林多前后书，保利那么前来登把大家要把四福音，那个四福音我们可能还要找哈。我们已经很努力了2次的写手抄圣经，所以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愿我们的持续的心能够在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教会当中。好，你们的。好，你们的，题目让他们基本上看到我是吗？有写字的，有写的，我们兄弟会好像有几个人写，对，就这些，他们用接力的方式还是接力方式，谢谢你们，好，请坐。现在我们进入到个人，一对传关系多嘛，一对那成员，一对沙罗那不讲了，对那对不罗阿里马萨比。Noa tak kita dibilang noa tak kiokan. Ini soal masih ada di dewan, benar? Ayo, ma. 他们要奉献入一馆1万块。是的，7万，7万，7万。来，1万的，好，照相一下，到我们那边去。大姐方面的成就来看看，7万块。我们奉献总会70万，他们奉献交为7万，感谢你们的。你要做那什么的做连续企业，要把3万拿不讲了，弄好了等等。你们在鼓励的，好，来，有他们的产品进社。全家的老板来了，要奖多少？1万块，到下，到下。好了，那么今天我就去那里鼓励单，3万2万，4万2，唯一的，来。
面你是最重要的另外一环哈。好，做什么事呢？不简单。阿明也挂了牧师那么那乱是那因主的缘故的话，今天我们北教会仍然有这样的人才哈因为上帝在上帝里面没有难成的事符合我们的主题符合我们的主题。好，请我们的陈明辉长老将你这一首宝贵的歌献给上帝来，好，大家给他们来开始马龙来，还有你们小孩，还有你们老婆来，小师妹，陈立祥，陈汉，陈恩，音乐家族那个声音我是个你做什么事呢？给家去他们来打来，你看我把这个事情看了以后，好，换我了。这是压轴，因为这个林长老写整本圣经这个是你让各位说其实我们这里怎么讲呢？你去在说圣经。早上林长老开那个3顿饭送过来，太重了。我这个主音不得了，我叫他不了。我觉得这个手抄圣经可以很适合放在这里感谢林长老默默的做很好的示范听说他已经看了3遍的小圣经了，整本不整。爱说我们去干学校，我花了11年。我改了又改，你看很多那个纸张都不一样，花了11年的时间才写完。在这个当中，我为什么要写这个经文？我在75周年又要给各位做这个希望说我们这个什么恩典接力嘛，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讲说抄经文的跟甘露文去，我们的义务第嘛对吧？可以花你把位等那几张表他们，人家这个嘛第几张表7个。所以我就开始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个表率，先写这个圣经。然后想了又想，我从103年开始，我还在乡公所，结果我那个字跟现在的字完全不一样。我过去的字小巧玲珑，我现在的字大方有力，不一样。小巧玲珑，我没有看到我爸爸那个写的那个字很小。好，我们去看等说，我碰到了几个问题，我要在这里跟各位分享。我们为什么会写宗教主管70年？你们知道吗？为什么我说要做宗教主管？那是阿文西干达民数记里面，就是在讲宗教主管，对不对？不是在讲宗教主管。所以我说要写我们教会的主管。所以那个是70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献礼？要这样做献礼？因为在这个民数记里面他有讲，等下白kemudah pada bangaya。Anman kemudah pada mana kudena iyo kudena nuang kudena那么pada都在哪里？
都在我们的这个民数记里面有记载。所以今天我们呈现的也是在民数记里面会呈现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要再想到说怎么那么多事情。其实我开始写些什么最简单的传道书跟那个大卫的诗啊，诗篇哦，然后到现在大家，大家嘛到时间无啥啥样概念嘛不说说。如果其他大家呢，跟那当然一定嘛蛮很多，所以可以先从创世纪开始，从创世纪一路写到哪里？启示录。旧约圣经一共是39卷，那新约圣经是27卷，总共多少？66卷，66卷。像我今年的点位大概就觉得怎么样？现在有完成，我们所有教会有完成写这个，只有平山教会，但是平山教会写的是很多人写的，他们拿去台是这样弄的，所以他也帮我这样做。那我本来是把那个旧约圣经怎么样？弄一半就变成3种那个今年慢点，还是去上看没有？但是我为了那个平山教会是他们接用写的，我这个是个人完成。那我什么时候开始认真写呢？我开始认真写。你们知道我的经历第一个，我女儿结婚生小孩，老二不完美。第二个，我参选3次，全部失败，对不对？全部输了。我给你们吃苹果没有用，你们给我吃钱马酱都有吃，没有用。好，第三个呢，我老爸走。第4个，我儿子、妻子、儿子、孙子车祸，车子毁，我车子也毁，我们2部车同时毁掉。第二个，最后一个，老婆怎么样？生病，老婆离开。如果我不是按来写这个经文我真的会错乱。你们相不相信？不会错乱为什么我还是那么健康的，那么大方的参与所有的活动，参与我们教会的事工？就是因为来做写完之后给我的力量。因为圣经里面的话，就像一副什么镜子，在看我们的一生，所以让我写这个经文的时候，最认真的是我老婆离开这2年多，我把所有难成的事，敏慧，我难成的事做完了，做完了，所以我相信大家分享希望恩典接力有第2本、第3本，我跟各位讲，我是我们长老里面当中是算是年长的。马上要卸任了我一个愿望，希望我们牧医馆第1楼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史馆那边的话，你其实我家就该在怎么得做而且现在家己这样我的意思先放这边，如果有人可以写第2本，我这个就淘汰，第2本就上来，有没有人愿意接力写？有没有心要写？有人在点头，一定会有人，一定有人听，是好看不好看都没有用。最难的地方是稿纸都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要买大笔的话，有时候没有，然后等到要去买的又没有了，所以我换了又换，换了又换。好，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希望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让上帝的爱继续燃烧在我们这个教会。恩典接力爱的乐章继续往前走。那把住了把啥一个，还叫在心里发高高不说话。那么三诺起码上诺了，我的媳妇是3年多，是3诺起码，我的但是把土里路多拿到诺起码，我80周年的时候，北业村、北业教会人口要增加人口要增加，有人要去念神学院西安妹妹，明年退伍，送上去了。你们这些已经超过35岁还没有结婚的，去调念神学院，要不然就快点结婚这是我们
农家们到的过那个到一段落了，把一过又了什么不一样神的阳气。哦，兄弟会，我们一起加油！谢谢大家，谢谢。还有音乐哦，我来到底下看看。우리 박수님들 저 DDB 这个牧师整合的所有各团体影片哦，咱去那个对吧？就给他生送给后面我宣传的影片的资料，这个是45周年的，65周年的，哦，哎，65周年，都是50多，这是70周年的。Baik pada puja yang kini posisi segala di bagian masih yoga. So ni coba saya coba coba. 他们就做一体哦。好。妈妈阿伟嘞，说你coba sih sama阿伟。Kedua cuaca di Cuma Syria mengatakan lalu datang ke semoga yang besar yoga. 六主的血救教会为了救救青少年跟青年啊，所以主的血很重要。哦，那个棒球。Mereka Timawa masih masa salah suara kalian. Nah, di tiap hari aku suara tiap kota Ciokan.生命教育的哈，生命教育。Amal dia soal mereka maju ma, kita dia soal di Sulawesi, lagi kita maju tua, Pinang, 还有老叶。指挥。木的人。还说在修改的店，有没有赚钱啊？有，哦，赚钱了。我们孙女会5000块有超过吧？超过很多呀，哦。很厉害的，他们卖的很厉害。这个是兄弟团契啊。
cuma lah bukit air di pesan-pesan ke Madu atau apa masuk ke rumah. Ada soal rumah ketika itu dia kaya, orang kata susu atau kamu ikut. Dia baru kenal ya dalam rumah.很远教会，哦，刚刚是在就是不会问啊。哦，本阳教会，本阳嘛，多少？于是本阳教会。这里就是整理整个方舟选的家，整理那个关注熊家里。那我拿来一小弟就是谁呢？我会问哈。慰问出院，就给他实行年嘛，就我当初他可能当影片了，哦，那个修丢的那个慢啊，这个是多色访问卡几个月？马家教会，哦，这个是马赛教会吗？就记得哈，去马赛教会。Awalnya suatu nasi makan jajan yang mana gimana?其实mula-mula那个我们说兄弟会呢，我以为他们都在休息呢。哦，我看了去了好几个地方啊。会长哦，很认真啊，前后会长啊，孔文强到林志明两个会长。这个整理牧师都有参与来，牧师有参与哦。这个是在成功会。这个是这一次探访，那一次探访就是探访志雄光执事，从那个时候志雄光执事就进入到教会。手烧圣经。好，后面我们看妇女团契的。这个是我们的福音堂会跟庆生会哦。所以嘛是现在抓流行的呀，有人穿雨衣哦，就跟他们讲说穿那种衣服。
年会也会哈，那个陈学群，下次我们可以 PK 一下。然后这个是在做那个蝶普巴特，好，这个是我们插花，每个人都有在招插花，所以每一个人都很厉害的哦。哎，人美心美，手艺更美，这个就是我们北越的妇女了哦。然后这个是我们做那个健康讲座。好，以上。好，那你们俩，来。现在是青年会吧？啊？弟弟，青年会来。这个实习生。我们去探访那个每个青年，然后这个是我们每个月每季的寿星，我们都会带一家一家去给他们生日礼物，然后这个是自拍，要多自拍嘛。生日卡片我们只会去送生日卡，因为生日卡片是自己手工，然后手写。对，就是继续拍。这个是我们社青的活动，抱抱你和我在德文那个约称他在德文。然后这个是我们户外的活动，我们到骑摩托车到垦丁。然后我们圣诞节的餐会交换礼物，年底圣诞节的交换礼物也是在德文。然后这是我们年初聚餐，我们一起去烤肉。然后这是我们的今年的迎新，我们到竹鹿吃烧肉，然后再到屏东县民公园玩大地游戏。这个是，好，对，摆拍乐乐棒，然后这个是参加台湾中会的活动运动会。然后我们的主日，好，就是那就这么。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一晃也又到了70周年。牧师来这个教会。在55周年的前一年，也就是说，在这个教会是一路走过来，教会的成长，教会的蜕变，从一个比较没有关系外面施工的教会，到变成是一个成为别人的反教会的教会。我们祈求帮助了不同的教会在他们成立的过程当中，在他们缺乏的时候。他们或者是经费、器械或者是人员，我愿上帝为我们所做的工，成为上帝要做的在每个教会上。然而在75周年的到来，一样有新的挑战，也有新的意向。那我们期待在这5年当中，我们能够继续将把人找回来的施工做好。我们也看见很多教会的危机。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继续的教会内在成长，教会内在蜕变，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在对小型教会对教会外展施工能够继续的
来展演上帝的爱，还有基督的奇强之气。好，阿妹。ai cho mamana ta rawan to ta simas ta kini sibongan to ta simas to cho pa to kita pura to di masa la to di gran to kio pe sekai cho ta bi di pasato a mesa sang idori sangat-sangat auli ta si kai nori karwa itu cho tindakan siura ta mitena eso ta kio ka ya kita pura to di masa Masa-masa kiong itu tak semua solatnya kami bicara. Siang itu pino demokrat nasoka itu apa jangan itu tak saran, apa mama itu tak inganan. Kesal ni, sikil ni buksi, napa semar itu sali, itu rewana na tak kisamulan. 우리가 드나 비비초라 보라 또 있어 비노데 모건 또 있어 나 소개 사우리나 마케타 기사모네 있어 다目标또 소차비 그래서 또 에서 타비라 리마 차비 이 우리 군대들 아케완도 스마스 올라피나 포와르네니든 또 우리 군대들 우리나 마테이노 다시 기춘스나 Saudi makaya papurigo dimengal kota semas atau kini sekolah kota semas. 第一个，我们为过去75年来神的带领献上感恩。我们知道，在这个75年的过程当中，从一个茅草屋的一个教会，到现在我们坐在这里这样一个教会，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无法在这里这样安稳的在这里来敬拜。第二个。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总会给我们立这两个主题。从刚才牧师的分享当中，我们相信我们很多没有做到的部分。那我们彼此来代祷，也为这个教会来祷告，因为我们能够为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努力。第三个，从明年开始，接下来的5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该努力什么？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向和意向，让我们可以共同去努力，为这个未来的5年来努力，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兴旺的一个教会。Santo Lorenzo kita sikan dulu. No makai dulu i ta biksi ta chiro ati kudu de chiro atau betul pesa ta dulu. Hari sekarang dulu.
nia kamas si tariwawa nia so general nia so samparawasa aso kai lingkuan kidapazan imazai masiri izong 70 atau 5 sawe sa semas aiso nia pinasariwa 50 atau 5 sawe no nia kisprim na pason aiso aso kai nastudur ani asalo na kinaitawan tanuson nastudur no nia pasonan na nia pinasariwa kai nia na magtek sa nastudur patuso ita 70 atau 5 sawitanga sa semas no nia kipalikuzen nia penten na iso ita 5 sawit iso 5 sawit iso sama san 10 kamuku tua nia kini pusang seranan ni sekarban tanusun lakua iso sengsengan ini 5 san semket ulis sepat jurung sa ulis dai ayaw awan iso mana uli nia kisamulai sa semas aiso nia pasunan aiso nia kinitiawan tanusun ulam na ta kikakzen ulam mapasiin nia nasi ulam na mirendreng ulam na mirat ka nia kinasubkilan uyam na kinunun ulam na kemandu kisamuna to amarani ada didi amarani ali ni arama marani akaka mapulat to kispringa matea tanusun to kisanalak tanusun aiso wana ulinya talan na 5 sawila namasan patan to linya kisamulai sa semas yawam tanusun to ulina palalo taiso nia sengsengan ania kamuku ulinya kisamulai udah sukisnesna ya palalo tangan sa aiso nia salingan aiso nia kiaong aiso nia sengsengan uli oto-oto na pagagaw tanusun nia inuli nia kiaong sinita pagkata sumatan at Isyos Kristo. Amin. Amin. Pagagaw sinay mazeto atayday awapo to 5奉献우리 기스가 나왔다 치료띠 어머니 치료
现在主持人。Sedangnya Pak Zeran Riboin Sampal Wasuna Mas Itali Bapa Isona anak kasiduanan Tua Pastori Isona kasiduanan Tua Pisor Tua Kiliwa Mali-mali Mas Imadai Tua Isona Kukai Masih Kukai Mali-mali Tua Tinyakan Tua Isona Kukai Madurima Sakin Nakacamen ko ng mga kajwajwa. Ayon ko niya kadalunan ko niya Kristo, ko niya Chawan. Siya niya Wasudan. Bali-bali at sumas, so kinakanalan ko sa balagawan ko sa Kristo. Ini ko na sa pinasuribayan ko sa tumuro ko sa tilakay. So ito ang mga ito ko niya si Pagolo, kalusun. Ako niya si ito niya Krukay, ko niya Wasudan. Lamat sumas, ito na may ito ko niya Barong. Untuk menuju yang tinggi jatah Yuson. Kenapa terlalu dengaran? Mana susi itu untuk Adam? Anmari untuk posisi sanganan kuat terbelah di masa ini. Apa separuh tanah? Maya Yuson, makanan yang sarman, makanan yang dipisau. Tapi saya pilih dan Yuson yang tinggi. Apa itu? Anda bincangkan nasisio. Katanya Kristamulan apa penulan? Taman Yuson itu penulan. Ada nama Saru. Saka iso, anda king anda pinitier tanusun. Pinamnya ada sini bakato sumada na on apagaw. Ula sa sinay do so bang ito sa kinuman. Papalian sa kwasin sangan. Papupison to niya saran. Papiraje to ang manan niya gisto. Babay ka bibakin ko makasmata. Imade ko na inakan ko na kinasukilan. Alam na masaro. Saka mas ay siya na king ay siya niya luwan. Ay siya niya pisini patawang itaer tanusun. Pinatutuli apawagaw mambanwa. Inuri pinakapasumadan ang amarengat Yesus Kristo. Amen. Amen. Pasamaro to tasinsan. Di pagsu.出来干咩？大家家啲肉咧，我们有中午有准备便当哦，中午有准备便当家啲肉。我尽快的把我们的周报报告。那咧等上个三日秋，就要满台来上满大坡那厉害，就要你们不都是把台来把坡上小娃大家听听。anak kita kan, juga man 50 sama 5. Ani juga si man 10. Juga di mana 30 akinti. Walala nareha man 10 sama sini. Juga harus aku dulu siwai dah akinti. Masuk asin serius. Man 10 sama sini. Juga sepakai dah 120 akinti. Ani siu man 10 sama 6. Juga bujur dah 20 akinti. 做星期五那么就对他们在综合球场厉害，比较蛮拿了布，很厉害。但不是说在今天努力努得多人，比较阿罗了，不就比较在我们布啥比较大，81767块，还出门那个什么啦，在上3球。但不是说在新西兰你说在那边修改下一周的施工。 那11月26号星期三，你多改，你不是是按你可以挖长了，你多改叶明节指示，你在手边拿去修，你们得多手去跟你马路过，古里马海洋，20 atau 10 taran, 40 atau 10 taran.
还有东罗多斯奈圣业主，爱做招待信仰培主，爱做嘛那大家礼海，一到就个做你就还是一起星球，一起过敏什么人啊，以国民长老什么做，你过敏什么让以杨子的指示什么做，三过敏什么的加入加入，以成立不下什么做。用国民是嘛别人以陈立霞长老是嘛做，无国民是嘛的水母以在康英梅以郑丽萍之上是嘛做。那待会让你去新生安看见嘛那6点半到9点半那里头新生安以修年公戏，好的膝盖高里中指示，好的俄罗干到6点半曾延成指示，9点半叶林锦指示。好的，今天以皮西安指示周报报告林永斌长老。好的，怎么多达什么？你们的多好的，怎么做多达什么？你们的多师班。好的，县市的那孙领会，请我们的副会长找一下课哈。我们孙领会下个礼拜县市。音控高理中必修高理节必修，还有多插画是第5组。还去买多什么？多是去多嘛主座，还去多时代信仰培主陈立霞长老杨子迪指示郑丽萍指示，还去买多你就学系是第3组的教员信息分享高理中其他的老师是林金秀、陈维仪、陈美惠、林君。那少女，你们青年会要改选哦，等一下留下来哦。礼拜完了，青年会留下来。兄弟会改选完了吼 ，OK 了。妇女会先 OK 了。到下个礼拜，我的李海天3月19日大麻烦了大家，我已经2年了，就2任了，要下台了哈，我们要改选我们的会长、副会长，兄弟会反动，不然那个嘛，不然。而且是那是呢，什么不多，但是对拿西秀，我们也说沙漠记下22章33节，而且是那是那也，这地是我巩固的避难所，它使我道路安全。来出吧，什么阿布比看暖是吗？但是pada tolaulan lo teorilan di show pada itu kamasan teman. 青年会留下来。那少女，那么说讲厉害，信仰培组跟我们的几个长子要去现勘我们会修会的场地，我想已经有通知各位了哈。第修年公司有星期2，你妈妈在水梦以求该比较的领导小的不地面谈都你妈3公司。no星期4说的是现在你妈在老松岸。di mana na Pauli, wala na pasuso, tado na chikang, kita taulan. Ay chua ta boksya ti ngoni, no kumasi toa sinchini, no tiao, apatoa nichio, ori pulawai ti majo makapitol, ori may kakyan ta chua na niya majo kinatutulan na wawaya na magkasasaulan, ori may kamari kung kaya majo, ay siyo kwe, isyo hutong, tas patskatan na chua makapitol, ti muni boksing kay maday kyokat. 马祖中，那我下个礼拜就是礼拜6，11月29号，我的丹东兄弟施工部，在文乐教会青年施工部在古坛教会办理年会，要派人参加。说大家改写打各关系，还没来那青年会跟孙领会，一句那巴鲁达马卡特别，我的大马说把这个努力。noon ka, arbay ito asmas, nuri ko at kailangan paskatan ito nung inuri, ito ada-ada, ito jemjiman. Yami na ito mga usi pasmalaw, ito at susunod. 中联会要献诗383，孙领会自己回家练习，按照自己的节拍，383，
Oi, bantu deh, lagi. Lu coba mau lu ini mah yo. 来，好，报告完毕。这个是最有效率的一个自己练习，自己按照自己的去。好，有没有多啊？第四个多啊？是哪里？宋荣200首，这个彩礼。在一起。啊，听不到你第四个了，在别人修改，那么这样。So kiliwag, so kizam. So demod, so sumkaw. Mani-mani kamatsamay tuwa so kizam. Tuwa diyang kipanit, tuwa 70 kadalimat sa milanga. Tumindilan na biwajay masiri tuwa so kiukay. Pay na manindilan na mapo lagi diyaw tanusun. Na may ato na sinay. Hari kita darani, ayam na tembura tanusung kamatsamas. Rasul kiamen, rasul dak kiamen. Pai cuti mamadaw kiamen, olo kiamaken. Kiliwag, no ada kamatsamas sa itali baba. Basli, no ada mayray ka ti Yesu Kristo. Akizam, paupitsor timiak, sengkau. No ada palawatsan na wag no atsamas. Ulay dari kita mapo lat. At may tusa pa sa paraw. Amen. Amen.
萨多摩亚马波那个大合照一点。而外面的姐妹们先进来照相，大合照，全部都进来。我们楼下有没有我们的小朋友？全部叫进来，然后我们就要踢足球了。这一招照下去，80年再看的时候就知道谁还在。哪一个小朋友变大人了？哦，哪一个变妈妈了？哪一个当传道人了？我每一个礼拜我都会喊哦。来，往前坐，往前坐，有位置就塞进来，快点在前面，不然后面你看不到你哦，以后会模糊。往前坐了。那个补妆的赶快补妆，女生那么远看得到啊。来呀我，来呀我，哦，好，我们听前面的啊。这个麦克风一个比较准备好了吗？好，我们请陈长老带领我们指挥口令哦。我们自己找那个透视的位置，不然打给我打电话。还有我们六姨啊。所以好，这是第一张。好，1、2、3，基本开机啊。再一次对不起，1、2、3，好，等一下哦，我自拍。来，那个姐姐请进去。75啊。那么低。可以吗？到了。对了。等到后面。前面的喊。几秒，先暂停。可能要10秒。75秒，75秒。7、6、5、4、对。有吗？那个闪是读秒。可以吗？
家平安。Macam-macam orang cuma sama kita yang itu. Macam mana kita ko hay ho kita pintu. Sabi kita kita pintu ada kita. Dapat itu sudah ada. Sudah itu ada yang bulan. Ada juga yang di Gusio. Kita ada juga di Gusio di Kucing Jaya. Itu sudah ada kata ulua di mana. 首席牧师那么是特别参加，他本来是要带他爸爸来的，在楼下吗？这边可以上来啊，为什么要在楼下？可见里面都没有在来。从这边上来就可以了，你可以上来。很慢点，然后我们现在就请我们乡长稍微讲一下话。我们就一个代表这样。主任牧师还有教育牧师，所有长职，还有我们来自不同的教会的所有牧长还有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的代表，也是代表行理会的，一起参加，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今天是带着要来这里一起跟大家礼拜。保利等下大概要我要去听你们的那个音乐会，那个是我很喜欢听的诗歌所以我们因为那一天晚上就跟静姐代表音乐也有落成，所以我们就赶不回来了，赶不回来这里，所以我们就没有参与。要不然我要拿semangat巴斯纳拉，那你们是第一个使用综合球场。对，谢谢万钱事先你们还没有要决定的时候就先打电话给我，谢谢村长，一直不断关心这个问题，我最后跟他们讲说，你们先送过来，后面的恩典我们就祷告。所以最后呢，这个球场本来要借14个小时，按照我们的规定，要付18600但是香展经理教会是一个教育、是心灵、是教化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个场地会就第一个给北业教会办理70周年的感恩礼拜在75周年，那嘉义现在是73了，那我们只有该付的电费跟清洁费用了这个部分这个就乡长就比较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权责来免费大家，但是已经让教会去使用第一个进入综合球场去使用，在那边做礼拜做感恩礼拜，那我们也得到这样的恩典，所以我要在这里先说明。那谢谢我们北业教会。那第二个呢，今天我不是只有代表的是公守乡长其实我跟北业教会很多的感情我们的牧师从以前里面到神学就跟他们的家里人都是在一起包括我们现在的毛牧师，还有我们现在的议长我们毛牧师跟尤牧师以前都是好朋友，跟我一起同工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村长，我们的长老。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松年的会长高文生长老，那时候是当青年部的时候，第三个是黄科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跟我们林长老一起同工，也修改中委所以我们有很多机会跟北业在这里，这是代表我自己，但是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北业教会。就是我们当青年部长的部分，永远是我的家，就是叶长老，把的督促的要，就是那个伊娜离开，
也是一直都是关心他哈，一直到现在，我时常参加青年部的活动，我一定会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曾经有一个长老是第一个做教会中会礼拜的长老，是第一个就是叶长老啊，也就是我们教会的长老。当时的牧师是龚明辉牧师啊，当时所以跟北业教会有很多的感情哈，在这里。那最后呢，我今天来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说我要去北业教会，啊，她跟我讲说我可以跟吗？这样，那边那样哦，我说应该那是你青年参与北业教会，在当时是在70多年的时候，如果我的印象没有错，花乐牧师还没有当传道人，那时候还当我的这个辅导员哈。所以我们一起唱他的歌啊，我们一起联谊跟嘉义教会的青年，如果跟我太太年龄很接近的时候，应该会有印象了哈。他说他也是在这里的青年，所以他应该也要来。那是第二部哦，那修一场老师是跟我们是第二部。哎呀，所以我们今天我一定要带他，我说我们一定要去北业教会。我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哈，但是因为北业教会很特别，也是我太太从年轻阿曼娜你奶妈家你妈就在也是担任我们教会的诗班，所以她也来这里一起马拉巴带出他75周年，所以我说很感谢上帝。我们有这个机会呀，给他更赞。那最后一个呢，如同牧师的勉励，我也来这里学习。比多鲁达要，有毛的光我阿拉加西尼多鲁开暖什么？特别是我们教会有一个未来的这个未来的目标，未来的这个线上你们的期盼多打起嘛，那么那里面的打牧艺馆。嘉义教会当时也是有做这个牧艺馆，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长照中心，我们的长照中心，我们的扩展的事工都在那里了。盖这个，那我们也希望祝福我们北业教会，都一切这个工作事工，可以很顺利。牧师说，虽然不是为我预备，但是为后面的同工。来预备更好的环境，以及未来教会的事工会不断的来扩展我们的事工，我觉得这是一件美好的事啊。我俩打起什么来呀？一种可以做那一点，他们给那一点，我哋那做tabar mata kiman tua，可以做那我俩那sekian。我俩那也一jua no limited no 在感恩礼拜，我哋那么ayat那么不了他。Kisah mulia tayo kualimente sa ituang ang amanata pacunan at kini no kicubungan itin kaya sama ijuang at ang amana makaya mapanet ito ta ini samulian tayo kay kasuan itin。那最后呢，我还是要在这里勉励，我们一起来勉励。我听了牧师的勉励，我记录了很多可能你们看到我的笔记都是。在这里但我没有办法讲完，但我只有讲几个，一个就是就像如同牧师希望马格耶天继续传承，为什么呢？爱说他撒乱ini kata si Pajorong ini kau di Makaya orina miraje kata Diokai。刚才我看到牧师在播那个旧相片，很多长老是我认识的，也有已经离开的，都不在这里了。所以把球球你跟你的能量嘛拨下，他的位置，我们孩子们有没有坐在那里？这个位置还有没有人坐？这一个家里还有没有人像过去这样那萨穆亚？这个都是我们要努力来寻找，我们要继续把我们的信仰要传承下去。所以那把那了牧师告诉你，到你这那萨穆亚。那样多把比拉杰多打丢改，最后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教会的这个展望，
展望，所以牧师写了好几点你们的展望我也把它记起来了。我以后也可以勉励嘉义教会了，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有改多久，所以第三目标嘛，kata mak cucu把就能表务dia na，maka dia jamat ayah di samu dia mah dia kiukai，mudah-mudahan di samu dia tamakannya mak cucu ya hijau tak kiukai no掉。我一直勉励我们的青年，因为他们有一个长老跟青年的一个时间的相约我被安排这一个月了，所以我还会点嘛就我在木那那第三幕了要把就弄了打丢改，因为科技的进步有时候会让我们未来的教会会消失。因为mata-mata itu tak demanda tak 手机啦，mata-mata tak maju cukup lupa pacung tua 用直播、用视讯、用其他的方式，所以Indonesia na minaga dia cuma Indonesia， 所以我家那么天那米比丘了maju cukup， 我家那那么天是马丢改，那个看直播那个只是当时的状况，而不是现在你要。来到教会，就老板那里，南华安路遐个，今天人嘛，把不必求到他马就出不，mali malai tentu tak cemas, oleh ini Senin tak diukai, oleh nama kai na pajurong mirage，妈妈kata lu 施工帮忙了很多的比较弱的教会，我想这是北业最强的强项，这个是你们应该可以继续传承下去，我都有看到你们这样。在补助这些贫困的教会是比较小的教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工，是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努力。我俩呢terima jota demikian kita Bapak Bicu lah pasinal kau di nantana masih tua sasekaulian no cemas. Oleh ini saja no tak kiukai. Oleh nama kaya nasuliwati dan anak Bicu lah ma pola 也祝福牧师规划到80周年。我希望他能够完成70岁，不是80周年，希望完成他70岁的这个牧会的工作保来呢，乔万呢，第三幕两个打武器，我俩但是你把这个的到印度里，80周年的时候，我俩那么该什么叫巴九罗第三幕两嘛就到打丢改，慢慢的，要下来，下去祝大家。我也是一样比较当完了，欧了完了不讲了。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投到奉献？这个是要因为我看到你们的邀请，我是要放在你们建堂牧艺馆的经费，所以我也在这里把它放在你们的篮子里面。我放在你们的那个要建的那个牧艺馆里面就上帝祝福了就那我们是否感谢到的代表欢迎他们，地铁代表还有夫人、乡长，还有无奈也算客人，其他。烧鸡，你那边的那个发便当的直接发给你们。对啊，还有那个好，我们便当厉害。137，感谢主。好。再忍耐一下在等便当的当中为兄弟团契讲一下话。刚刚看到有的团契都奉献，其实我们兄弟团契，我们是属于那种无形的奉献。保障两点这边，大家你们感受得到，可是看不到。那第二个，昨天的董文巧我昨天的春节桶都没有人要买呀。我说你不要怕，有上帝在，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
对，因为有1万多少颗，昨天卖多少？卖6个吗？卖10个，超出我的预算了。我一直有说2个卖10个，剩下的部分哦，刚刚兄弟团就有跟我讲，我们是不是可以认领，然后带回去，我们再自己奉献。明年的不管是感恩节是什么，我们再来给教会一个惊吓，我们来给教会一个惊吓。然后我希望明年的奉献大概可以超过1万块了。我们不要以妇女会，我们讲好不要以妇女会。好，以上，好，谢谢。记得兄弟会要认领存钱筒哦。不要下大话，不要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在方便这样的时间里面，主日学要再宣导一下，我们还有100包的雪 Q 饼，雪 Q 饼很便宜，只要100块。我相信那个古巴现金只要奉献100块，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雪 Q 饼1包，然后那个都是幼幼班的小朋友他们做的，我们大人只是在旁边拍照而已。我真的是吓一跳，所以请大家待会方便外面水库里会在义卖慷慨的奉献在这个心意上面，谢谢。就都比较有可能，人家做雪 Q 饼嘛，只是学呀，这个雪 Q 饼，如果你的奉献还不奉献的话，雪 Q 饼，纯牛奶的。来，我们请那个把这些发票单嘛，我们请课代表讲几句话来。女代表会啦。大家平安。本来昨天要参加哈，可是因为刚好有那个卢凯民族议会的这个会议的顺便办法，昨天一个小小的代表可能也就有6个行程要跑了哈，但是然后今天早上又临时的把我私请的那个服饰退掉，因为我就想说，因为刚好有服饰啦，就是有固定在教会担任私请的工作，所以就把这个工作也把它推掉了哈。当然非常感谢，如果站在公部门的立场。非常谢谢这个教会，因为你们离乡公所离代表会最近，所以谢谢你们的守望，让这个我们整个乡镇都可以非常的平平安安哦。没有你们能够如今到现在，在这个整个乡镇都可以很安稳的度过哦。那第二个就是非常谢谢众弟兄姐妹，我也知道其实长老教会配合乡公所的工作好像蛮多的。包含那个什么歌谣练习啊，什么都可以从这个录音啊，这方面都可以从这个北业教会这边可以看到弟兄姐妹的这个摆上哈。那非常谢谢大家可以在这个信仰当中的道路。我们教会巡礼会2年后是65年，所以我们也是正在积极的筹划。那刚好有机会来这边看。刚好我的干妈那个林永斌，他就特别讲到说，他们都是在这个数字5去度过吼。其实我个人蛮感动的，因为我好像他的家人一样，因为我们有一起努力打拼过，就是也有曾经同战过。但是那些都是属世的事，生活的事才是最重要的哦。那愿神能够彼此在这个信仰当中彼此建立。我觉得跟一个爱主的乡长、爱主的这个乡公所，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哦。那因为刚好跟乡长也是家人，所以我们昨天刚好在那个场合就说。怎么办？我把这个讯息丢到代表会，没有一个人回应我，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来？家长就说：“我没有去，那你明天跟着我一起去。”我就说：“太好了。”我觉得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愿神能够继续带领我们迈向下一个5年、下一个10年、下一个更多的喜年。
哈。那让我们能够在每次的过程当中做每件事，你们很重要。离代表会离乡公所最近的教会，你们真的很重要哈。所以麻烦每一个团契，从小朋友，从儿组到青年，到这个弟兄事工、松年机构、姐妹会哦。大家都要很努力，那愿神赐福大家。我的太太在等我回去吃饭。她因为有那个儿童施工要训练小朋友了，所以她就今天没有跟着我，要不然她今天一定会跟着我哈。那愿神赐福大家，能够在信仰的当中，我们彼此建立、彼此搭救、彼此在神的国度里面一起来努力。愿神赐福大家，玛里玛里，谢谢。那个文正牧师有在吗？这个风里的风比较强，把它卷走。好，对第二呢，那么的比度谁还没有拿出？牧师有前置作业，所以会慢一点拿。好，那个看啊，跟他，你开始，这里。我去吃了，起立。那今日君にいただきます。